后来过来，这是抗议的现场。苗栗造桥一张粪扫的掩埋场，在申请设立的时阵，地方就强烈来反对。前任的县长刘正宏甚至来撤销掉设立的许可。想袂到这个县政府伫去年底突然间发出着3个月试营运的许可。当业者准备要互怪手进场的时阵，自救会民众出面来阻挡，现场的气氛是真紧张。刘正宏嘛到场声援自救会，佮甲业者呛讲，若要掠，就先掠我。那你现在有前县长可以告就可以是这样吗？我现在跟你讲，你要跟我讲这个吗？你刚才有。所以现在前县长来的就可以犯法吗？苗栗县前县长刘正宏甲抗议民众赞声，阻挡怪手驶入来粪扫场，佮甲律师呛声，互现场的气氛真紧张。但是现在挡的就是现行犯啦，跟县长报告是这样。我就站在给你，这通通给你抓了，这做无良心的事业。两边无咧相让，几十个警察徛伫路口等，都惊两边会战起来。刘正宏讲，这个粪扫场2001年申请设立时阵，计划道路无摕到私有土地产权，伫咧伊任内就撤销申请案。即马县府煞伫咧去年底向发出允准试营运3个月。凭什么苗栗县政府依据什么可以又能够恢复？我想这个应该所有的县政府也要说明，检调单位也应该要查。在地人反对怪手尾啊放弃入场，苗栗造桥一个粪扫场争议拖真侪年啊，地方民众都惊业者向施工到监视器，派人24点钟伫咧遮轮流过。县政府讲，因为有民众要伫咧附近起厝，通道地主同意征做巷仔路，煞替粪扫场改套，县府才依法核准3个月试营运。环保局卖伫咧试营运的时间，监测空气、声音含地下水，来确保环境品质。